屌！喂，其實咧唔使我拍片啦，揾 AI 拍都得啦，係咪？真係 AI 可以代替我噶啦。其實如果你再 train 多兩 train 嘅時候，唔使我拍啦，以後。AI Alpha 咧就話咧，究竟 Alpha 咧會對愛情咧提供啲咩建議？咁然後咧佢就會提供10個建議嘅，咁睇下你聽完之後咧，你覺得佢啱定錯？第一，愛情唔係你想象咁美好，而係你願意承受幾多缺點。我同意嘅，只不過呢句嘢本身好似好金句王 feel 啫。佢下面有 elaborate 嘅，佢下面就係話唔好再睇咁多愛情電影，唔好再聽咁多情歌。愛情嘅真相係充滿缺點嘅。你愛嘅唔係完美嘅人，而係一個有缺點，但係你願意包容嘅人。如果你只係睇到對方嘅優點，咁你愛嘅只係你嘅幻想。我同意嘅，其實呢一句，只不過係呢一句都係有少少表面。好 AI Alpha 得1分。佢呢句咧有一句咧，我覺得係好 Alpha feel 嘅，就係話唔好淨係掛住 feel 呢啲嘢，好快就冇 feel 噶啦。咁冇咗 feel 啦，咁點啊？每一世有 feel 嘅喎。好0.5分。愛情唔係解決人生問題嘅答案，而係人生另一個問題嘅開始。呢句真係要0分重作，真係虛到不能。好咁，但係佢嘅解釋好係 Alfred 會講嘅嘢喎。我哋 develop 一下啦。唔好以為拍拖結婚就可以解決你人生嘅空虛寂寞凍。愛情唔係萬能藥，佢唔會醫好你嘅童年陰影，唔會幫你升職加薪，唔會令你變成人生勝利組。相反，愛情會帶嚟更多嘅煩惱，例如婆媳糾紛、經濟壓力、育兒分歧等等。咁呢個係現實嚟嘅，柴米油鹽醬醋茶啊嘛，係咪啊？嗱，第2句嘅 elaboration 就有啦。愛情嘅激情係好快會消退，之後就係柴米油鹽嘅考驗，即係第2點可以再攞半分，第2點係有2分，第3點又有1分啦。咁我哋第4點啦，唔好將愛情當做你嘅全部，冇咗愛情，你仲有你自己。AI 講到我好似咧，中意講埋晒呢啲咁虛嘅嘢。愛情只係人生嘅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唔好為咗愛情放棄你嘅事業、你嘅朋友、你嘅興趣。當愛情冇咗嘅時候，你仲要識得點樣靠自己企翻起身。啱，係啊，我最中意人自食其力，我覺得人人都要自食其力嘅。但係點樣唔好令呢啲激烈嘅情緒沖昏自己嘅頭腦，先至係重點喎。咁即係半分。誒，半啦，俾個半分佢啦嚇。好，第5點，浪漫係包裝，現實係拆穿包裝之後嘅真相。呢個係好唔似我咯，我會覺得0分重作。浪漫係需要2方面一齊製造嘅。OK，第5點0分。第6點，為你好係愛情最大嘅謊言，好多時只係我想控制你嘅委婉講法。呢句我覺得係幾高分，因為我係唔同意雙方用任何方式去支配或者控制對方。呢個係寫得好噶嘛？你覺得係呢句係寫得好嘅。 ？OK，呢個有1分。好，第7點，安全感唔係對方俾你嘅，而係你自己俾自己嘅。我俾半分佢啦，因為建立呢個安全感呢，其實係可以由對方俾你開始嘅，但係咧呢樣嘢都唔可以咧取締自己俾自己嘅安全感。佢嘅 elaboration 咧就係話，當你夠獨立、夠自信、夠愛自己嘅時候咧，你先至唔會喺愛情裏面患得患失。完全就係上一次 Mavis 利干牙嚟嘅時候講嘅嘢。係啊，我同意啊，呢句我同意㗎。咁每一個人喺一世裏邊都係不斷咁樣去重新學習佢自己㗎嘛，好似同一個伴侶一齊咁樣，其實你係同個伴侶一齊慢慢去改變，但係互相遷就、互相容忍、互相包容同埋互相勉勵㗎嘛。非常好，你而家講緊嘅就係嚟緊嘅第8點。愛情唔係犧牲奉獻，而係互相成就。唔好以為愛情就係要犧牲自己成全對方，真正嘅愛情係要2個人一齊成長、一齊進步，互相成就更好嘅自己。如果你喺愛情裏面只係不斷嘅犧牲，你就總會有一日覺得自己唔抵，會爆發嘅。你把聲真係好閪啊！我會話啱一半唔啱一半，因為其實我覺得2個人
關係裏邊係需要互相犧牲、互相遷就、互相奉獻嘅。但係呢個奉獻係唔應該望回報嘅，呢個可能係自己嘅本分，可以為對方做嘅。又印證到佢嘅第9點啦。屌，佢第9點講嘅就係唔好將對方嘅付出當做理所當然，付出係要感恩嘅，唔係要習慣。好多愛情都係死喺理所當然呢4個字上面。當你習慣咗對方嘅付出，就會覺得一切係應份嘅，唔會再感恩，唔會再珍惜，咁樣愛情就會慢慢變淡，最後消失。呢句我同意啊！呢句俾足分佢。AI 真係學到我講嗰啲嘢。第10句，愛情唔係佔有，而係尊重對方嘅獨立性。喂，其實咧唔使我拍片啦，或者 AI 拍都得啦，係咪？唔好將對方當做你嘅私有財產，唔好限制對方嘅自由，唔好干涉對方嘅生活。真正嘅愛係尊重對方嘅獨立性，俾對方有自己嘅空間，有自己嘅朋友，有自己嘅生活。我會再加一句添，你除咗俾對方有自己嘅空間、有自己嘅生活之外，亦都需要主動咁樣去理解同埋參與。如果對方容許嘅時候，好啦，嗱，你睇完呢10個 AI Alfred 嘅建議之後，請問你有咩意見呢？有咩感想？真係 AI 可以代替我噶啦。其實如果你再 train 多2 train 嘅時候，唔使我拍啦，以後係咯，即係你成日都提住啲後生嘅法律界嘅學生又好，一啲新進律師又好，同 AI 嘅關係要擁抱，要學識。咁你親身經歷過一次，原來佢真係可以學到你學得幾次嘅。咁你會點樣應對或者有咩意見？我嘅意見係 AI 唔會取代你，但係識用 AI 嘅人會取代你。認真，你覺得你勁啲定佢勁啲？你見到我答唔到，你就知道佢真係好勁啦。其實佢個做法係非常簡單嘅，就係將你嘅片咧，佢就 roll 一次，咁然後咧將嗰個 summary 其實佢唔識認聲認成嘅，其實佢只要睇字嘅 summary，咁然後就將嗰堆嘢寫晒落去之後咧，做翻一個愛情專家。ChatGPT 定 DeepSeek 㗎？兩個都有。咁所以其實你覺得你點樣去應對呢個世界會好啲啊？你去到呢個年紀，仲要再學一個新嘅嘢去應對呢個世界，會唔會覺得好攰？我會覺得其實係需要有一個好奇心。當我停低落嚟嗰一日，可能就係其實我死嗰一日。